呢條片主要係解釋學生畢業之後點解需要保留公立醫院嘅定期覆診呢？一係為咗確保身體嘅狀況持續有跟進；第二係申請基金嘅時候需要醫生或者醫院嘅治療師嘅推薦信，尤其係攞綜援嘅人士。向社署申請購買任何復康用品都必須要有醫生嘅推薦信。我曾經遇到一個畢業多年嘅學生，因為畢業後身體逐漸退化而需要購買電動輪椅代步，但係佢喺畢業嘅時候認為自己嘅身體狀況良好，覺得定期覆診比較麻煩，所以就取消所有公立醫院嘅覆診。當佢透過地區支援中心嘅社工申請基金購買輪椅嘅時候，先至發現自己原來唔知去邊度揾呢個醫管局醫生嘅推薦信喎。於是佢要重新係去睇私家醫生，由私家醫生再轉介返去公立醫院，排期後再睇醫生，先至可以攞到醫生信。整個嘅程序為佢帶來咗好大嘅壓力，喺醫院跑嚟跑去，忙到不可開交。忙完一大輪之後，先至攞到醫生信。自此之後，佢都怕啦。今次嘅情況亦都延後咗佢購買輪椅，為佢嘅生活帶來極大嘅麻煩。而家大家明白啦，唔好隨便 cut 咗自己喺公立醫院嘅覆診啊！